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玉米老师的运动时间又到了，又当欢喜嘛，做运动是当幸福的事情，当感恩讲，因为身体健康可以挺痛哈，四肢健全哈。今日玉米老师呢，要教大家做嘅身体的伸展，因为多落叶哈，当会多球嘛哈，然后留个身体可以起到动有精神哈。有方法的啦，其实哈，因人哈做个难事关呢，嗰个贴磨汗啦。个总统讲的计划讲难，大家就就当抗议的讲做无限好做运动。其实咧，因为老师讲一句真心话，大家就无心啦，无安尼心啦。你有心哈，那也是可以做啊。正经你就动动手、动动脚，你就做运动的哈。故说讲正经啦，因为老师们要同大家讲，难事就是个疾病的个安尼好朋友，好安尼做健康的好朋友就会挺痛。人讲发通咩？好，你要活着就要动嘅，大家就会讲唔会做，好，人家开始来做。今日要做躯干，做系人的脊椎，好，同样哦，玉米老师教大家，起起哈，莫安尼起哦，莫安尼起。你老娘的思维用下来都是安尼起张张，有看到吗？一直线，一条线呢，好，按呢，按呢，就摆这位。安尼脊椎就会舒爽啊哈，同样起张来去呢，那个身体哈，张开始给它竖哈，你张开始给它竖，手叉腰，看到哈，吸气的时候身体来上来，吐气的时候，好，你要头拿个身体一直线，好，要竖手叉腰有一个扶垫的哈，那你看玉美老师的身体有成 L 型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你看清楚哦，好，改刀，叶片哦，改刀啊哈，看，压脚，高压竖张，手叉腰，吐气，下来，头拿莫跌下去哦，背囊莫拱起来哦，出来，来出来，来出来，好，一枚老师的书标呀，看前面，记得了哈，要降紧哈。将近都不用张了，莫按嘞，那莫跌下去。你知道要思维，脚的一条线呢，来出来，挡出来，好按嘞，手叉腰，好够弯曲放起来，吸气，改多啊哈，吐气，挺一下，弯曲，吸气，放起来。好，安尼法呢，那个脊椎哈，那个骨个安尼两骨了哈，我来出来。张开始的法哈，不能手叉腰，慢慢的呢进步去啊，人家胸脯要打开来去，要竖标后背哈，看竖标后背安尼扩胸，安尼竖标后背，呀胸脯就会打开来，吸气扩胸。同学们有同意美老师用下做，那你胸脯打开来，吸气扩胸，就唔会落多球啊，扩胸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向前，慢慢的向前，身体向前，同样啊，挺多压的时候，人鼠标的思维后背向后拉，身体向前，挺多压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脚弯曲，吸气，等下玉美老师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本看得清楚哦。改到哈，吸气扩胸，吸进所有我背大自然的氧气，都很身体哈。好，吐气，慢慢的向前，好，慢慢的向前哦，身体成一直线。好，挺多呀，头气哦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记得咯，头脑莫跌下去，平的，好，放松，吸气，起蛋上来。好，乡亲朋友。树哈，你不用压法，你不用压法，你看哈，弯下来一下，树不用压，弯下来弯的。我背鼓鼓的呀，冇办法像玉美老师讲，顺出来，好，你要背鼓鼓的，鼓说树标的后背，好，树标的后背会帮助你讲，树标的后背帮助你讲，吸气扩胸，安尼，胸打开来，好，树到后背，树长到后背。
张可是同学朋友，张可是已经当演系安尼。你张可是做甲一天安尼，无相干咯哈。张可是安尼，慢慢的进步，好，大可以来。你记得哈，要来数哈，要个数十指交扣，数安尼，都后背。张可是人家数张一天冇办法安尼，你先安尼可是，张慢慢的，张慢慢的安尼。好，因为老师做个一道啊哈，吸气的时候数不用了呀，好，扩胸来到后背去，你看哈，张可是念到身体哈，慢慢的吸气扩胸，来到后背，安尼后面也向，也个胸部整个扩胸打开来的，打开了以后不用了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停的哦，慢慢的停。挺多呀，好，你要数可以不用强松，不用了呀。好，你假使能力较好些的哈，吸气，右数，转来，左数，转来，右数。好，来压脊椎来出来，好，搁转来，搁转来，各位弯曲，吸气上来。好，慢慢的松。安尼哈，安尼做扩胸的运动啊，安尼胸脯打开来，各下身体来开来，你就会知道当吃眼当舒服。好，人哈，人讲身体的原因，假使讲系身体的原因，系60岁、70岁，身体变到动身法，或者唔特别讲，你看，动脚要做讲安尼数安尼看，好，你会知道讲啊，人数所以不用啦，不用呀。好，吸气。记得了哈，数不用下去，背两臂来出来，数字头不用下背。好，安尼停到呀。放起来去，爱弯曲，背两存出来，脚趾头弯曲。好，吸气，数存出来，慢慢的向上，慢慢上来，吸气。看解到啊哈，我侧边门看了哈，慢慢的下去，脚趾头弯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数不用了呀，停来哈，给我吸气耶，存出来，给我弯曲，吸气，头气哦，好，顺顺来，好，慢慢的上，吐气，不用下来。不用强松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。也下我从正面的问题来看，因为人的身体哈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安尼起点的话，你起点，无运动无相关，当然保持讲，起的姿势哈，可看起来当有精神，你讲。也朋友啦，也是讲乡亲朋友隔壁邻舍啦，你看到讲说话帮忙安尼，你就说啊，你今天心情唔好咯，也是有不舒服，你胸脯打开了，你会知道讲，要上运动有精神，好，因为老师正面做解到啊哈，第一，你手可以插定穴位哈，手叉腰，好，慢慢的手叉腰以后，你看到脚提起来，好，身体从压熟悉啊，对不对？开始玩。好，手叉腰哦，够从压开始玩，手叉腰。好，慢慢的吐气向前，慢慢的向前，慢慢的向前，挺到呀哈。按你姿势呢，你手唔会跌下来，你手跌下来，背两做弯呢，就拱起来，你手按呢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你可以都要就都要停，可以都要停，可以，看你的动来。看可以多呢，好，慢慢的，放起来去，脚趾头一弯，脚趾头一弯，慢慢的吸气，脚趾头弯起啦哈，脚趾头唔好超过脚趾头，你脚趾头超过脚趾头的话哈，你脚趾头会受伤，你脚趾头多咧，转来，好，慢慢的起放起来，按你呢，那你做呢会保护到你膝盖哈，个人的躯干会顺畅。因为老师连灯做3道哈，家都顺畅，也都正面哈，耶，记得咯，多个熟悉的开始，你脚趾头可以弯一下，慢慢的手，
好，慢慢的存出，好，不用强手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吸气，好，手叉腰呢，数不用落下也会哈，你会吃到它有安全感，还有安全感。假使讲呢，手叉腰，你吃到懂容易，你身体懂好，你就数不用落下，好，数不用落下，吸气，向后背扩胸哦，好，慢慢吐气。向前面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慢慢的下来。你停都要停一下哎，你做对的话，慢慢的张口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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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。好，你数没可以，过来上来。好，吸气，记得咯，多七头弯。慢慢不用强松，好，慢慢不用强松，数不用野味哈，慢慢的吸气，记得啦，乡亲朋友，你头呐，迄肩背后抬起来，头呐肩背后这样抬头，你假使讲哈，你按你头呐先头呐先抬头的话，唔要头呐昂，因为你血压吧，你血哈向下背去，向上来去哈，天天的放起来，好，也系一个方法。好，故说你都记得了哈，做前弯去，压个动作，你做前弯哈，你都是安排，向前的去，你要往多咩？好，你这都是收腹吐气的时候，吐气都是紧入来，好，伊美老师哥顺方按你本看了，改到哈，你吐气去都是紧入来，都要按你慢慢的让下去，不能吃嘞，不能吃嘞哦。好，你假使讲冇注意到安尼细节法，唔会变到安尼，唔会变到安尼。乡亲朋友，你就这么讲，我来做运动，好，背股的做运动呢，你就会个脊椎哈就会受压迫，你就冇做到伸展。好，一听来讲，安尼吸气扩胸，好，胸脯打开来，脊椎来出来，好，降筋存出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向前面，向前面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你都要做在这停，莫勉强啊哈，勉强会输伤哦，好，可以发过下去，可以发过下去，你看做对的话输伤了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乡亲朋友记得了哈，放起来去，身体先放起来，头拿慢慢卡放起来哦，不可以抬头哦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最后背头拿这样抬头，这样唔好头拿昂哦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数不用放松，吐气，好，乡亲朋友，做运动哈，一定要有个顺序哈，一定要有个规则，你讲顺序规则错的话，你就唔会受伤。好，人家脊椎来上来，人家数哈，你看，人家可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按你迄没讲数卡起来做到的，好，不用强松。你一个慢动作做好去，快动作，好，做好去呢，你身体。你向左向右就会动身法，好。刚刚玉梅老师教的迄起踮的时候脚并拢。你假使讲，乡亲朋友，假使讲年纪较大哈，你脚可以打开来，向右按呢，手叉腰，吐气。好，都要去的哈，你就停都要。可以的话，慢慢的过下去。好，慢慢的过下去，吐气，都要，不用强手。你知道有些难，唔怕哦，你做简单的，都要，你做都要。放起来，去记得脚弯曲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你就唔会爽到人膝盖，够爽到野味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，好，不用强手，好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教的全部是当简单的动作，不过呢，你当你做呢，个效果就会非常的好。
你讲粗茶淡饭啊，就会造成身体的健康。你是太精致的食物呢，哈，你们身体会没办法新陈代谢。不说你做健谈的动作，你就唔会带来身体的受伤、身体的伤害，各有嘅路个做运动可以运动到当长久，啊唔会有伤害的问题。好，今日呼吸来的运动，一都要记得哈，一日来做一些咧，让人身体光滑，安子些。